今日係2026年3月8日。版主喺2024年嘅時候呢，曾經都出咗幾多片，講述當時可伯同何太嘅情況。事隔1年，去到2026年啦，原來可伯同何太離咗婚之後呢，何太係繼續有做直播嘅。咁但係而家佢嘅直播呢，就越做越騎呢，一時呢就冇面見人，一時呢就用咗個唔知乜嘢做背景。咁就甚至好似今日3月8號嘅直播呢，佢個直播只係做咗20幾分鐘就收咗皮。咁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呢？何太而家做嘅直播到底仲有冇人睇呢？佢係唔係真係可以靠直播賺到錢有收入呢？同埋而家網民對何太嘅直播又係啲咩反應？又或者有冇啲抵制佢嘅方法呢？最後何太點解啲直播做得咁短呢？到底係佢嘅風格啊，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呢？而更加有興趣嘅就係另一位網紅劉馬車更加喺自己嘅直播度大罵何太，鬧到何太走人。咁到底又發生咩事呢？版主搜集咗啲資料之後，今日又再同大家講解一下。喺睇條片之前呢，咁啊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都做足呢幾樣嘢，唔該晒大家。咁首先呢，由於何太嘅事蹟可以追溯到去2024年，咁如果大家係對佢以前嘅影片，又或者對版主以前對佢嘅評論係有興趣嘅話，咁就可以睇翻版主嘅呢個播放清單，裏邊呢起碼最少有50-60條片係關於可伯同何太嘅過去嘅。影片嘅下方嗰度呢，啲連結就擺晒喺度噶啦，有興趣嘅大家就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咁好啦，雖然呢位女士呢就已經同可伯離咗婚，咁但係由於大家都應該叫慣咗佢做何太噶啦。於是版主而家嘅影片呢，仍然都會叫翻佢做何太，咁啊最多叫佢做前何太嘅啫。咁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話說版主2025年嘅時候呢，其實就已經冇留意何太，就以為可伯同何太兩公婆因為屋企互相襲擊一事上埋法庭，之後就已經淡出咗呢個網絡，所以呢，就一直都已經冇去關注佢。咁但係原來何太大概1個月之前，即係2月初嘅時候呢，又已經重新開始再直播過。不過估計佢嘅熱潮呢，就已經冇當年咁勁，所以呢，就已經比較少人討論。咁佢呢1個月裏邊呢，又係做翻佢2024年慣用嘅做法同埋動作，就係基本上每日都最少出1條直播片，咁有時候呢，甚至可能會出夠2條嘅，咁啊打算呢，靠長直播賺多啲廣告費，又或者間中有佢嗰啲所謂忠粉寶寶打賞，咁啊賺到1個幾毫過活嘅。咁啊坦白講，其實佢都犀利嘅，佢有部分嘅影片嘅直播人數呢，都叫做超過1萬。咁不過影片嘅內容呢，同以前一樣都係冇進步到，就喺條街度行嚟行去，跟住呢一路行啊一路講嘢啊。咁有時呢，甚至啲影片係冇內容嘅，純粹得個閒字，又或者讀佢嗰啲所謂粉絲寶寶嘅留言呢，咁就浪費咗大家1個鐘頭嘅時間噶啦。然後佢最近嘅直播咧就仲搞笑，又再次擺翻佢嗰個所謂導師周文強上台，一時咧又自稱自己係周文強好親密嘅學生，一時又話咧周文強有親自去指導佢。而近日佢嘅直播就更加將周文強擺上台嘅呢個做法咧，擺到一個全新嘅高度，就係喺佢直播嘅時候咧已經唔講嘢啊，而係選擇不斷咁樣喺直播入邊播佢嘅影片，咁啊放條聲俾大家聽。咁即係話咧，大家睇佢嘅直播咧就唔係睇佢，係睇佢播片，然後就聽佢播片嘅聲。咁而最搞笑呢，就大家係真係淨係睇佢播片嘅啫。何太喺影片入邊咧係唔會講嘢嘅，咁最多呢，就喺度喐身喐勢，好似睇佢做體操咁樣樣，個頭咧得閒又喺度擰下，一句說話都唔講。咁好啦，咁好多網民呢，都佢嘅直播方式就忍無可忍，咁所以對比翻佢以前嘅直播影片呢，佢嘅直播人數就已經繼續創新低。以前2024年嘅時候呢，佢嘅直播人數最高啊，可以去到幾萬，俾人鬧爆咗之後都有1萬幾2萬嘅。咁但係而家佢嘅直播觀看人數呢，主要都係得翻1萬左右，有時呢，有啲影片甚至係得1萬以下添。咁當然啦，何太呢仲可以死撐，就係話自己嘅粉絲寶寶呢仲未翻齊嚟，單觀看人數呢就唔代表佢唔受歡迎嘅。咁無他嘅，佢一直以嚟都係活喺自己嘅世界，佢中意點講，我哋又真係阻佢唔到。咁所以而家啲網民呢，基本上已經唔會再理佢直播上面講咩，而係想盡辦法去中斷佢嘅直播，從而令到佢直播賺唔到錢，賺唔到錢就冇收入，冇收入呢就可以逼佢放棄。而中斷佢直播嘅方式呢，無非都係有幾種嘅啫，就係每次當佢直播嘅時候呢，就向 YouTube 舉報佢嘅影片啦。咁不過呢招呢，似乎成效就唔大。事關2024年何太做直播嗰陣呢，網民都試過用呢一招，成效唔大。咁就係 YouTube 相對嚟講呢比較自由。咁就算你講嘅說話本身有少少違規呢， YouTube 都唔會咁容易呢就中斷人哋嘅直播，又或者將條影片呢強制下架嘅。
咁所以呢，亦都有網民呢即時就諗到第二招，就係睇下佢日常喺邊度直播，然後就喺佢直播期間呢走上前打攪佢，強迫佢自己中斷直播。亦都係因為咁，追蹤何太嘅行程基本上就已經係一眾黑粉們嘅日常目標。咁而一眾網民呢，亦都好聰明嘅，知道何太可以厚住面皮同大家打遊擊，你有你一邊喺度嘈，一邊呢佢又繼續喺度做直播。再加上如果真係用翻頭先講嗰招，即係上前打攪佢嘅話呢，咁行上前嘅網民有機會就會俾何太影低咗個樣，之後呢，就更加俾佢擺上網批鬥。於是聰明嘅網民呢，即刻又諗到第三招，就係即時走上前假扮同佢傾偈，然後呢，就喺佢面前播一啲 YouTube 一定有版權嘅歌曲。事關 YouTube 呢，對檢舉制度啊雖然比較寬鬆，但係對版權制度呢就比較嚴謹嘅。只要直播嘅影片觸犯咗一啲版權，就隨時會將影片呢即刻下架。咁就好似今日即係3月8號嘅直播咁樣呢，何太嘅直播只係做咗大概25分鐘左右啦，就有網民走上前假扮同佢傾偈，何太呢就真係以為呢有自己嘅忠粉寶寶揾自己啊，仲同對方去噓寒問暖，哎呀最近點啊咁樣樣。咁點知嗰位網民走上前呢，講唔夠2句就話，何太係中唔中意聽歌啊？咁啊即時播一首韓文歌俾何太聽，咁啊搞到何太嘅直播即時中斷。咁所以而家網民基本上呢已經諗到有辦法點樣抵制何太，不過只要何太面皮夠厚，唔怕魚嘅話呢，其實佢只要即時離開現場，然後去過第二個鬼鼠位繼續做直播就得噶啦。嗱，咁而家呢版主又講翻今日影片嘅主角阿劉馬車啦。咁劉馬車今日呢就做咗一眾網民都好想做但係又唔敢做嘅嘢。咁到底發生咩事呢？咁話說劉馬車其實喺早前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嘅直播都已經講到明，就會入去屯門挑河馬機嘅。咁只不過一路都未成事，網民呢開頭都以為佢就係吹水嘅啫。咁但係就喺今日，即係2026年嘅3月8號，劉馬車呢就喺下晝嗰度突然之間就開咗個直播影片，就表示呢，佢已經喺屯門青田村附近，就更加自己嘅直播度呢，就表示今日呢就即場揾到何太就去找佢晦氣。咁按佢嘅直播影片所講，佢之所以憎恨何太，就係因為佢不滿何太已經攞咗香港身份證，做咗個香港人，但係就不斷喺度不務正業，繼續香港人嘅錢，香港政府嘅資源，更加啦，當然係可伯嘅錢啦。所以佢又覺得呢，唔應該俾何太咁好過，要令到佢冇得再做 YouTube，逼佢自力更生，打份工，重新做人。於是劉馬車就喺青田村附近不斷開電話做直播，就不斷喺度走嚟走去，最終就喺青田村清信樓嘅樓下，就俾佢野生捕獲咗何太。何太當時咧就喺度耷低頭撳電話，於是咧劉馬車就走上前，即刻就鬧佢死八婆。嗱，咁而家版主咧就會播翻一條影片出嚟嘅，咁啊不過由於涉及粗口啦，咁所以咧版主就會將條影片嗰條聲咧就較尖少少，同埋咧將條影片變快少少，咁啊避免干犯咗 YouTube 嘅條例。唔好玩啦！河馬，終於揾到你啊！你死八婆食屎狗，今個月嚟聲討你，為公義發聲。你可伯錢，你咗幾多男人錢？講咗你3日3夜，你做幾多衰嘢你自己知。人在做天在看，事有到來終有報，你一定有報應噶。你晒可伯成副身家，搞到佢家破人亡吓！你仲咗幾多男人錢？你快啲還錢！你死八婆食屎狗，做盡衰嘢，全香港人都憎你。即係呢個八婆啊，佢晒可伯啲錢，咗幾多男人錢？真係呢啲垃圾吓！冇嘢，靚女冇嘢，放心。我為香港人出翻啖氣聲討佢，呢個死八婆食屎狗真係。OK 吓。咁所以其實而家何太犯眾憎咧就好明顯噶啦，只不過大家仲未諗到一個治標又治本嘅方法可以斷何太嘅米路嘅啫。咁不過咁，劉馬車咧似乎就已經做咗佢嘅第一步，就係真係入屯門揾佢挑機。咁不過版主就覺得何太就唔會因為咁樣而害怕嘅。其實早喺2024年嘅時候，何太就已經不斷喺條街度做直播呢，就已經俾人上前阻止噶啦。咁啊最經典例子就係導遊哥哥啦，直頭就揾到佢哋兩公婆大陸嘅屋企樓下嗰度做直播。何太當時呢，的而且確係停咗幾日直播，仲宣稱呢，為咗逃避導遊哥哥，就走咗去揾嗰啲平價酒店住。咁但係最後何太呢，都係繼續厚住面皮咁做直播。何太而家呢種做法呢，就擺明係同其他人鬥長命嘅，咁啊睇下自己長命啲啊，定係嗰啲挑佢機嘅網民嘅恒心長啲咁解嘅啫。咁但係又咁，如果有人真係願意，又或者叫做有時間去同阿何太打呢個持久戰嘅話呢，咁啊希望大家真係可以做得到。咁事關何太最終目的呢，都係諗住靠 YouTube 賺錢嘅啫。
咁如果真係有網民，或者當然唔止一個啦，可能係一眾嘅網民啦，同何太可以打到持久戰嘅話，就可以直接影響到何太嘅收入。咁啊，影響到佢收入嘅話呢，咁何太真係有機會咧會放棄 YouTube 啦。咁好啦，版主嘅影片呢，今日又嚟到呢一度，咁唔知大家去到2026年嘅今日，仲有冇睇何太呢？你係睇佢嘅直播啊，定還是睇其他人嘅轉播呢？而至於版主認為要同何太打持久戰嘅講法，大家又同唔同意呢？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